但是呢没有切中它的这一个呢核心，所以我后面我自己去查证了一下，我个人的感觉，我个人的理解啊，我认为呢，直在这里应该把它翻译为了秉持或者是持守的意思。哎，为什么呢？我后面因为我通过查找一些资料，然后发现这个执啊，它的本意是什么呢？本意是拘留和拘役的意思，也就是拿住犯人的这个意思。哎，我们这个展示上面有啊，哎，甲骨文的上面这里是执，它是这么写的。那么这一边呢，像了一个什么呢？枷锁。这一边呢，像一个人呢，对，跪在那里伸出双手，对不对？所以也就象征着一个人，他两只手上面带着枷锁。那么通过这个的本意，然后慢慢的引申为了什么呢？拿着、持有、坚持、持守的意思。所以啊，孝于亲所当执，我个人的感觉就是，孝顺、孝敬长辈的这种优良传统，我们应该要秉持，应该要来持守，应该要持守。这是我对第一个啊，孝于亲所当执。第二个，悌于长，这个呢是因为我先前的时候呢和有学员做交流的时候，然后就探讨了这个问题，也就是说，这个悌到底是读 d 还是读 t， 是不是？他们也提出了他们的一种观点，因为在有的版本，这个悌于长的这个 t 它没有加竖心旁，对不对？没有加竖心旁，但是首孝悌的 t 它加了竖心旁。所以同一篇这个文章里面，它为什么有的加了竖心，有的没有加竖心旁？它们之间是不是有不同？所以后面呢，我也经过反复的思索啊，我认为应该还是要把它读为 t。荀子他的王志里面有一句话叫什么呢？能以事兄谓之 t。那么就是尊敬和友爱兄长，这才称为悌。那么孔融他能够让梨的话，也就是尊敬友爱兄长。那么这里呢，应该还是把它当作读为了悌读为了悌。第三个日所残，这个残呢比较难写，但是呢不难理解比较难写。第四个呢，韩愈君，这个愈呢比较容易读错第五个，此四独。那么这个独呢，有的这一个呢，学员他就跟我讲了，他说，我现在在查证资料的时候，发现这个独是水沟水渠的意思啊。那么为什么水沟水渠它应该按道理来讲，它应该是什么？对，小河是吧？小沟。它为什么能够把它称为水之纪呢？所以呢，我这里的时候呢，后面去找了它的这一个呢最初的这一个本那么在《安雅释水》里面呢就写了江河环纪为四渎为四渎。那么什么叫四渎呢？就是发源注诸海，也就是说这四条河流它不是像其他的支流一样的，它是直接通向大海，直接通向大海。所以呢，渎就是其实呢最初的还应该是直接呢通向大海的河流，把它称之为渎称之为渎。所以呢，此四渎呢，这个渎为什么不是水沟水渠第六个呢，此五秀，气味浓
我们都知道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对不对？它不是臭，这是一个多音字，它只是一种气味，一种气味比较浓啊。我们讲了，朱门酒肉，酒肉不是酒和肉烂在那里发臭了，大家都没有吃，浪费了，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什么？从他们家里飘出来酒肉的香味，酒肉的香味，所以呢，这应该是读嗅啊。第七，刨土革这个刨，注意它的这一个呢字音啊。第八呢，当师序，师呢，师从，遵守，按照的意思。序和我们现在的这个顺序的序是一个通假字啊，也就是说，父慈子孝，夫和妻顺，兄友弟恭，以及呢朋信友义，君敬臣忠，这10种伦理顺序应该要遵守啊，应该要遵守。第9呢，渊去入，渊去入，有问题吗？没有。书上没有，版本不一样啊。好，《三字经》的版本我可以跟大家讲啊。因为它太重要了，所以呢，每朝每代都有人对它进行修订，包括我们大家都熟悉的章太炎，这么大的一个学问家，他同样。他对我们的这一个《三字经》也是做了他的这一个增补，他把他的这一个《三字经》，把他的这一个什么历史的顺序，把它扩充到民国，把它扩充到民国，包括我们现在的我们先前的那个文化部的常务副部长他也做了一个《三字经》，也做了一个《三字经》好，那这个我就不讲了啊。第10，这个呢还是比较容易读错的资催，资催，资催，我这个是不是齐催，也不是齐衰那么这个资它正常的写法应该这边还有一个绞丝旁有一个绞丝旁，这一边是齐的一个繁体齐的一个繁体。那么它是我们五福中的第2等，第1等是斩崔，大家都知道的斩崔，也就是说，它这个衣服做出来的时候它没有经过任何的这一个修饰。我们现在你看，大家做的衣服，这个边都要把它折过来，把它缝上，对不对？那个斩崔的衣服它就不是这样子了。裁成是什么样的？这里如果没有进行修饰的话，有边有须，对不对？对，有毛边。那么它是毛边就是毛边，没有经过任何的修饰那么资崔呢，它还进行了稍微的修饰进行了稍微的修饰，但是是比较简朴的是以粗疏的麻布组成的所以这个大家要注意11个句逗，这个大家现在我们还在用句号逗号句号逗号12象陀，这个注意拼音就行了13呢，心而为，这个为不同的版本也不一样，有的版本写为绞丝旁的那个为绞丝旁的为。那么无论是竖心旁的为还是绞丝旁的这个为它意思都是一样的，思想思考的意思思想思考的意思。第14呢，这个有争议这个有争议，但是我今天还是把它放出来，跟我们大家一起来探讨，到底是读遗还是读位遗的话呢，就是留就是留，遗留给子女，
读位呢，就是赠送给予，就是赠送给予。人以子，人为子，金满盈。它就是他人留给子女的是满筐的这个金银珠宝，还是我给予我赠予我子女的？这里呢，我们可以一起来探讨一下有争议那么呢，这是4个我觉得呢，可以把它提出来的这一个呢字提出来的字。那么呢，这里呢，下面呢就是有一些呢这个词语这个语句的这个串讲。第一句话呢，就是我们的《三字经》的第一句，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了。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我细细读了很多遍我一直也没去注意这些问题。后面有一天突然我就在想这个性本善是谁提的？因为我曾经也进行孟子教学，孟子教学呢也有这个性善，所以的话呢，就是说我当时想当然的就把它作为了孟子他的这一个提出来的。后面我通过一些这一个佐证，我发现原来不是这么一回事。我们知道有关于这个性的讨论，大家也比较熟悉的有这么几个人。第一个就是孔子，第二个就是孟子，第三个就是荀子，对不对？有这么几个人。性相近，习相远，这一句话其实最早是在哪里出来的呢？是在哪里呢？对，是在《论语》阳货里面的。所以后面我就通过去查找《论语》发现孔子呢，他在《论语》里面讲到了性，没错。但是有关于性，它到底是什么？到底是性恶、性善？他没有去论说。所以呢，尽管孔子他首先提出来这个命题，但是他没有做解释。后面孟子呢，他做了解释。恻隐之心，是不是？羞恶之心、是非之心、慈让之心。那么通过他的这个4端的这一个阐述，然后他去阐明我们这个人性，它是善良的。它是善良的。但是我在这里的就是想提出来，就是说有一个概念的问题。孟子他从来没有讲性本善，他可能讲性善，或者是性趋善、性向善。但是向、趋和本它是有本质的区别，它有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讲性善，就如同于我们讲这个同志是好人，他只是一个看护性的一个指示性的这么一句话，但是没有讲这个同志他本性怎么样，他没去阐述。所以孟子他也举了一个例子，也作为这一个佐证。也就是说，当我们看到一个小朋友刚才掉到井里面去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会产生什么那个竖替恻隐之心，对不对？要去把他拉一把，不是想跟这些孩子的这个父母去结交，也不是要赢得什么声誉或者是名誉，这是出于我们的这一个内心。当然这里就可以讲到它有一种性善的这么一种区分，但是它也没讲到这个性本善。真正的把这3个字把它提出来的就是性本善，就是孟子三字经。但是我们三字经讲的这个性本善呢，我后面呢又觉得跟我们现在讲的这个性本善呢
又有不一样。啊，我们现在讲的性本善，我们一般翻译过来就是什么？啊，本性善良，本质善良，对不对？但是这个本，它的意思是什么呢？一个是本啊，它是一个什么？指示字，对不对？一个指示字，它是一个墨，哎，然后呢，用一个符号在这个墨的这个呢下面点了一下，表示这在树的下面就是树干，就是本，哎，放到所以呢，这是一个呢，指示字啊，指示字啊。所以呢，它是一个指示字，它的意思是什么呢？应该是呢，原初、根本、原初、根本。所以它的意思是原初根本的意思。对，人之初，性本善。那么我后面我就理解了，所以在《三字经》在这里的时候讲的，它前面有个初，对不对？本也是个初，也是个初始。所以我后面我就觉得是，如果真正的要把它